大网一撒，孩子们睁大眼睛，充满期待。啊，有！所有的鱼很多嘛，所有撒随便撒都有。真有收获！来这校外教学的学生有模有样的享受捕鱼乐，占地10公顷的莲花园还有新奇的体验。按那片哦，你看到有奖吗？老板问我，这样一大片看过去有没有漂亮？有奖吗？董奖，很漂亮，而且董后告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我搞董后告，太搞 Q 哈了哎，大家一起来，走。超过30多度的高温，谁愿意在烈日下逛农场？湖水中几艘竹筏就是卖点。目前农场就是完全靠体验。叶子特大的大王莲还能体验水上漂的惊奇，前提是负重上限50公斤，别想谎报体重。好神奇哦！就代表我的体重没有谎报。改良品种的莲子不在入口心中苦，很受游客欢迎。数百种莲花争奇斗艳，更像天然的芳香剂。老师，我看你这里树荫下很多老人家哦。对，他们中午的时候都来那边乘凉，因为他家里对啊，所以这里变成了就是省电费的消暑避热的地方，就对了。它的树木蛮。周休2日，常常游客如织，莲花花农转型休闲农业，一步步朝精致路线迈进。走访台湾的山林间，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休闲观光农场。不过呢，在卫生条件上，在用餐环境上，它有一定的审核标准，才能让它得到政府的核可，然后在国内的观光客之外，再去吸纳包括了陆客团或是外籍观光客的休闲市场。有奖某，董奖，有奖某，董奖。